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6章，便雅悯人着逃命，赶紧走离开耶路撒冷，就伫提哥仔分扫甲伫别哈基林起火粉做信号，灾难较严重的毁坏对北方逼我来啦。色安虽然亲像水阁优秀的女子，毋过我要甲你毁灭，亲像牧者带羊群，列国的君王要带军队来，伫即个城的周围扎营攻击伊。因要下令准备出战来，趁中昼咱来去甲因攻击。有人会讲，今摆日头得要落山，得要暗啊！起来，咱着透暝甲攻击，毁坏因的堡垒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恁着插树仔做土堆，攻击耶路撒冷。这城充满欺压，北涉应该受刑罚。井安怎冲水出来？这个城嘛共款罪恶灌满，规个城拢会当听到暴力甲毁坏的声。我嘛不时看到城内有病痛甲伤痕。耶路撒冷，你着受管教，才免我甲你疏远，互你变做荒废无人住的所在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以色列所剩的人，拢会互人掠去，亲像葡萄互人挽了了。你着亲像挽葡萄的人，手搁伸入去葡萄藤，甲挽互清气。我应讲：我若甲人传达你的话，甲人警告，减有人要听，因甲耳仔读起来，无要听。因将上主的话当作耍笑，一丝仔都无爱听。毋过我满腹拢是上主的受气，挡袂牢。上主对我讲：你着将我的受气摒伫过路的囡仔甲结规阵的少年人身上，遐个翁某、老人、当岁数的，拢会互人掠去。我要互因的厝残垣，甲因的某拢变做别人的。我要伸手攻击即个土地的住民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因对上卑微的到上有权势的，拢笑伤不义之财，连先知甲祭司拢行为诡诈。我的子民受到伤害，因拢无要无紧，因讲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，其实拢无平安。因做可恶的事，减在见效，因实在有够袂见效。因为亲像别国的人，互对着刣死，我甲因刑罚，因会完全毁灭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伊的子民讲：恁着伫路呢注意观察，甲人问古早的路，看迄条上好的路伫倒位，就去行。安尼，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。毋过，因讲阮无要行迄条路。上主阁甲因指派守望的卫兵，叫因着听扫角的声。毋过因讲阮无要听。所以上主讲：列国啊，听咧；见证人啊，着观察，看因会拄着甚物代志。大地啊，听咧！我要互这人民受灾难，这是因干干鬼鬼的后果。因毋听趁我的话，拒绝我的律法。因献示巴的乳香互我，住真远的所在，
出产的菖蒲来互我则无咧稀罕。恁的修法者，我无要接纳；恁的身体，我无欢喜。所以，我要甲潘家石下伫遮的人民的头前，互爸甲囝做伙跋倒，互厝边甲朋友拢灭亡。上主安尼讲：有一个民族要对北方来，有一个强的国家对真远的所在准备要出征。因夜更夜唱，残忍无情，因的声亲像海涌哗哗吼。錫安的子民啊，因骑战马，团结同心，排阵要攻击你。耶撒冷的子民讲：阮听到因的消息，手拢软落去，阮非常痛苦，亲像产妇在催阵。毋通出去野外，嘛毋通走去过路，因为一世界有武装的对敌，拢真恐怖。上主对伊的子民讲：着穿满衫恢复，着亲像死孤囝大声哀哭，因为残害性命的会忽然来攻击恁。上主对耶利米讲：我要互你伫我的子民中间，亲像鉴定师，亲像考察官，评判考验因的所做。因亲像铜甲铁，遐尼固执背叛我，造谣惹代志，规个腐败了了。人大力摇风柜，炉的火兄搁较严，甲盐烧羊，炼了搁炼，毋过拢无采工，因为因的邪恶除袂尽，像盐的杂质扬袂掉。因会互人叫做无价值的云，因为上主已经甲因ฮ็角。